各位午安，歡迎大家出席團結香港基金創科博覽2022科技引領未來嘅座談會。我係基金會嘅科技創新研究員 Arthur。國家14五規劃支持香港發展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，為香港帶嚟前所未有嘅黃金機遇。香港坐擁世界一流嘅學府，基礎科研能力有一定嘅優勢。科技引領未來座談會將邀請專家學者分享真知灼見，並同埋青年嘅科學家一齊探討香港喺科研資助啦、人才培育、科研成果轉化以及青年人裝備自我等方面嘅未來方向同埋發展。咁喺我哋開始之前呢，等我哋一齊熱烈咁歡迎各位嘉賓嚟到呢度，包括香港科學院創院院長、創科博覽2022顧問團召集人、團結香港基金理事會理事徐立之教授，團結香港基金總裁鄭李錦芬女士，香港研究資助局主席、香港都會大學榮休校長黃玉山教授，香港科學院院長、香港科技創新聯盟主席、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副院長研究盧煜明教授，香港青年科學院院長、香港大學協理副校長研究及創新、機械工程系教授岑浩章教授，以及香港青年科學院副院長兼外展委員會主席、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生物醫學學院副教授馬桂儀博士。今日我哋主題活動係叫做科技引領未來，亦都係今次博覽嘅主題嚟嘅。咁喺我哋開始之前就先睇下主題影片，熱身一下，請大家細心欣賞。